来继续来到台南市，这个星光三月西门店小西门，昨暝这个百货公司内底才常常来到大雨，到底是啥物情形呢？原来是天棚的喷水系统害去，是喷水喷甲规下，甲一寡衫啊啦、鞋啊啦、一寡饰品喷甲淡落落。啊，地下二楼的储冰场直接变做游泳池，网友就惊体讲，这个储冰场拢变做水墙落横了。 吉林声弹甲真大声，现场无火，泉水气刷一直咧喷水，滨江储冰场变做水墙落远。来看另外一个所在，大量的水为真悬的所在喷落来，到达电光效果，就亲像水母小真浪漫的苦。不过这毋是报警，因为那只楼层的涂骹嘛积水，徛几台工作人员无用保护商品。夸张啊，变成下雨。 成功三八台南小西门，敢若因为消防系统故障，昨暗时啊常常无正常运作，徛几台所在拢受到风台被，被这设计民众拢看到这百货水墙画片，笑讲一秒变作河洛广场一场高手指点，当着水就发，卖当证明风灾效果真惨。很难得的景象啊！这逛街能够看到这个天降甘霖，实在是不容易啊。因为它既然是一个 非常高级的百货公司，怎么会是说会让那个洒水系统没有定期的在维护？可是昨天那个情况是有一点危险的，因为我们这些都是商品啊，所以如果碰到水，客人其实会介意。客人刚好在旁边，刚好都不会溜，都在旁边，大家都看到，就以为发生什么事情。它洒水系统异常，还会跟厂商的部分去做一些讨论，才能够决定这个设备要怎么样去做维护，或是接下来要怎么做。民众是看到刚刚起，百货公司内底为楼层天棚，水是插插地，清洁人员无用清洁水，电梯是暂停开放，设设备伫咧调整。经过了解，业者才就通报赶紧修理，超半点钟过排除故障，只是处理这水含修理的工课，就恐惊用到真侪时间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